下面呢，我跟全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互相鼓励啦。我们理念上不能够有差错，观念如果正确，我们修行的道路就没有障碍。下面师父呢，借用这个因缘借用这个因缘来跟各位大家来介绍一个公案。在明朝的时候安徽安庆县的银江寺，就银江寺，现在还在哦，这个寺庙还存在。那里头呢，有一位老修行人年纪老迈的修行人，在寺院当中是在做佛殿的香灯师。有一天，那么当地的一位县官，他很简便的穿戴着青衣小帽，就是进入这个寺庙去进香。那位香灯师见到这一位客人信徒颇有气派很有气派。后面呢又有几个随从知道这绝对是一个有地位的人物可是这个老修行人他没有攀岩心没有攀岩的心态，那么没有前去去礼接后来去欢迎他，没有，他照常的走来走去的。那么在这个大殿里面呢，就念佛，在念佛。这个县官县官看到他不理不睬他，误认为他藐视地方的长官藐视，看不起他，竟然大动肝火，就喝令这个随从呢，将他打了30大棍等到县官回衙以后，回到他府邸以后，忽然又自己后悔起来了。他自己心里想：哎呀，对一个安分守己的这个修行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重罚他呢？为什么？哎呀，感觉到有羞愧。县官呢，就为了这个忏悔自己的过失立刻就命令下面的人呢，建造一座很清净的房子，就茅棚一个茅庵这样，要叫人通知那位香灯师要他搬进去住，知道吗？并雇佣了一位长工来服侍他要享受这个清福一直到老来能够终老就对，享这个清福到终老。可是那一位香灯师他不敢接受，因为他认为这个县官可以无缘无故的打他30大棍，如果再接受他的供养糟糕啦，说不定时时都会遭受他毒打呀，恐怕不容易度过这一辈子喽，都心里提心吊胆这个消息呢，就传到了那个住持老和尚的耳里面，因为老和尚呢，他本身有宿命通就知道啦这个香灯师跟这个县官过去的因缘，过去有一段因缘，所以就特别嘱咐交代香灯师一定要接受县官的好意以来了结来了断结束这一段的因果，有一段的因果。老和尚就说：你香灯师你知道自己的过去吗？大约在30年前，
有一只狗啊，有一只狗曾经到你的疗房去，到你的疗房去。那个时候你正在吃饼干呐，正在吃饼干。那一只狗呢，就向你摇尾巴嘛，就摇尾巴。你们知道吗？狗如果摇尾巴是怎样？很高兴呐，很欢喜的啊。如果说猫摇尾巴会怎样？就生气了，生气了。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狗摇尾巴是很可爱的。它这一只狗呢，想讨一些饼干吃，但你不但不给它，还利用这个机会踢它一脚啊！趁势踢它一脚。那只狗因此就叫一声很痛很痛，就走开了，走开。稍后呢，你那时候在修行过程当中，你自己又忏悔起来了，心里面想：哎呀，我不给这个狗呢吃个饼干就罢了嘛，没有必要，为什么还要踢它一脚呢？这个一下子那个念头一转过来之后，乃特地的拿出这个半片的饼干送给狗来吃。后来那只狗就投胎转世成为今天的县官今天的县官。为什么狗能变为县官了呢？为什么？因为他天天在寺院里面听闻这出家人诵经称念佛号，所以他就消了前世所有的业障，所以能得到福报。在转世的时候，就变成现在的这个县官因为以你跟你这之间有一场因果，还没有结束了，还没有结束，因此你才有了现今的报应，你今天的报应。也就是说，由于你过去踢他一脚，今天他要报复你30大棍，这是恶有恶报。又因为过去你曾经给他半片的饼干吃，他今天要供养你3年这是善有善报。3年之后，你已经73岁了，73岁，那时候你将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今天的县官，他真心的要请你你要坦然的接受才是香灯师听完以后恍然大悟很惊讶，也很赞叹很赞叹原来是如此各位，你要知道这个一点一滴都是因果里面。今天你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不管是信与不信好与不好各位，这都是你过去的种子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很了不起的成就者，他告诉我们因果这个东西因果这个东西乃是世间法或者出世法的。有心想要成就的人，你要平治天下，度脱众生，最根本的方法，这个因果这2个字。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不以因果为救国救民的最紧急的任务宣扬这个真理，那么任你智慧是如何高超，你的手段是如何高明，但是这个都是形同虚设。到底为什么不见其效果了？这是什么道理因为主要是大家人与人之间不讲道理，
再加上没有王法的缘故，没有这个法律的要求啊，所以大家就胡作非为了。所以啊，人人信因果是个大智之道。什么叫做大智之道啊？大家都上了轨道了，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包容啊，有爱心的对待，社会非常和谐，政治也非常的不会混乱，亲民，人民百姓都有生活的保障，大家幸福快乐，安居乐业。各位，这个是信因果，就大智之道。人人如果不信因果，就大乱之道啊！你看杀呀、偷盗啊、抢啊、贩毒啊，逆天而行啊！各位，什么事情坏事都干尽了，所以这是大乱之道。我们人心惶惶，大家得不到平安，这是大乱之道。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因为他不重视因果。那么，如果以今天普通做人的道理来说了，普通做人道理，我们爱人者，人恒爱之啊。如果经常你都是爱护别人、尊重别人、疼爱别人，那么别人也会爱你，这是自然的道理。你种的因得到的果报，所以利人者，实为利己呀。你利益别人，实际上对你自己往后道路是非常的宽敞，大家可以相生相成，福报无尽啊，福报无尽。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害人者，人恒害之啊，你经常设计想办法要陷害别人，你以后也会受到别人会害你的。所以杀人者，人亦杀之吧。你经常杀人，你以后的果报自然的别人也会杀你，你会累积这一种造恶孽的因，造业障的因，苦报就无尽了。所以这个叫做自咒自受，谁也替代不得啊。这种很明显的道理啊，很明显的道理，人人都应该要领悟得到。因此，我们不论哪一个人呢，如果没有改过迁善的话，使善业日日增长，使这个恶业日日能够消除，自然而然会得到无穷的幸福，无穷的幸福。所以过去我们古人经常提醒我们呐，鼓励我们。俗话就说了，行善之人呢，做善的人就像那个春天花园的草啊，春天花园之草，如春园之草，你未见其长啊，但是日有所增。那个草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每天在看，它不见得长得很快速，但是很奇怪，你知道吗？它每天都在增加一点，每天都在增加一点。作恶之人如磨刀之石啊，像那个磨刀的石头，你未见其消嘛？你没有看到它慢慢消失，没有啊，没有看到好好的完成一块，但是日有所损。但是你经常在磨，经常在磨的时候，它那个已经慢慢的在损失了，慢慢在损失。啊，过去的人又讲一句话，非常好听的，他说：“善是青松，恶是花了。善呢，就像那个青松，就松树一样，很翠绿的松树；恶呢，你行恶，就像那个鲜花，很鲜艳，很娇嫩啊。”看起来很好看，眼前呢光景不如它啊。这个青松啊，这个青翠的松树，可能不如这一朵花这么鲜艳，这么能够招引别人的注目。但是有朝一日严霜降啊，有一天如果很严厉的，会讲就是说下的那个霜雪啊，降得很厉害，很厉害。
那时候你就知道，只见青松不见花呀，只有看到很青翠的松树，花呢老早就凋谢了，老早就凋谢。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善恶到头终有报的道理，一定会有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间未到。所以我们大家应该都努力行善，积功累德。我们相信佛所讲的话，保证人人都可以获得很深厚的福报，深厚的福报能够恩泽人人，恩泽人人，让大家都很幸福，社会更祥和进步，大家经济也更发展，更有成就。所以这以上师父简单报告这个因果的观念，因果的观念让大家都有所体会。今后你要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一定要细细的思考，我们做了是利益自己，还是利益别人，或是伤害自己也去伤害别人。这些事情你必须要勇于用智慧去判断，不可以胡作非为不可以想到哪里做到哪里，无形之中这个恶业连连了，以后我们的人生道路就充满着坎坷，非常的惊奇。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应该要明白，一定要明白。我们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共发菩提心，同生安乐果。南无阿弥陀佛。